跟住嚟，我有請 Blue Cros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Miss Bonnie 姐同大家講幾句説話。Alan 哥哥，咁多位嘉賓，大家好，亦都好多謝在座咁多位嘉賓，我亦都知道，亦都係我哋 AIA 同埋藍十字嘅客戶，亦都好多謝咁多位同事。Derek 啊，你4排在手係咪？5排在手。我喺 AIA 工作咗15年，咁我亦都隨住個崗位轉變呢，我都有 Life、有 MPF、有 Investment Link。亦都將會有埋 GI 都考咗試啦，合格啦。咁所以 Alan 哥哥啊，我都係你嘅 potential recruit 㗎。如果我退休嗰一日，可以，你可以加入我嘅團隊嘅。我會直接跟Alan 哥哥，因為我同佢嘅合作咧，我知佢點樣會幫我揮嘢。明白，我唔敢講。佢會幫我揮嘢，我知道呢個緊要。好，呢度咧，我一定要多謝大家。咁啊，首先第一件事咧，我要多謝 Alan 喺過去15年對我嘅支持、對我嘅鼓勵、對我嘅鞭策。我哋藍十字咧喺2024年咧，啱啱係 IA 公佈嘅數字咧，我哋藍十字咧係上升咗22%喺 GWP， 而個市場咧係上升咗6.3%嘅咋。而喺在座咁多位我哋嘅同事咧，好支持我哋嘅非醫療嘅一般產品咧，我哋上升咗32%，但係市場咧係倒跌咗0.9%。所以呢啲都係在座你哋咁多位嘅支持同埋鼓勵，我哋先至做到呢個成績。但係呢個唔代表啲乜嘢嘢，最緊要究竟 Alan 成個 family 做到幾多 ？Alan 成個 family 喺2024年喺新做嘅 GWP 係上升超過100%，喺新做嘅保單係上升超過150%。就係因為呢啲嘅上升，呢啲增長係我哋嘅動力，令到藍十字喺2024有咁好嘅成績。我再喺度多謝大家，希望喺2025年，我再同大家一齊合作，再同大家一齊係帶領藍十字再創高峰。Alan 哥哥最緊要繼續鞭策我哋，有啲咩事你揾隔離嗰個。OK， 好多謝晒你哋。多謝 Bonnie，Thank you，多謝晒 Bonnie。